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你看，四川省同知县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战士军37师30团一营军事代表云世英。云世英同志，四川新同县人，现年33岁，从小就参加革命，在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行列中爬过了斜山，走过了草地，完成了辛勤的伟大的25000里长征，曾进过抗日大学，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，3年的解放战争，不管坚持敌后游击、反扫荡、反清剿，以反渡河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两广战役，都是英勇奋战，3次负伤。